讲到这个问题，有袂少人会食中药来调养身体，也是作为厝内常备药品。消基会的调查有241件，这个中药品内面有6件无合格，其中有4件有西药的成分，另外有2件是有重金属的含量超过标准。互人烦恼的是讲，这2种被验出来有水银的这个中药，就是仿这个中药呢，拢是互这个囡仔伫食的，即包括囡仔一寡惊风散，甲其他辅助囡仔成长一寡补药啊。对于这个代志，消基会表示讲，这款的药品若是讲长期互囡仔食落腹肚底，恐惊会造成无法度去改变的神经损伤。去年台中中医诊所重金属中毒的事件，社会大众即马听到嘛是会惊。来源不明管道的送检的这个含西药检测，总共有12件，好，那4件不合格，所以不合格的比例相当的高。22号中药尚未检测结果，嘛，互大家拢真意外。调查讲，中药、西药成分的拢总37件，有4件互检验出来。另外有重金属有204件，2件互检验出共的量超标。其中这2件超标的中药粉，拢是互囡仔食的。中医师讲，长期食到这，神经会有问题。主要是神经损伤了，会活动不灵活，会呆滞啊，量跟那个期限也有关系的。那个期限够长的时候，就会戏剧性就产生中毒。依照药事法，制作这类药啊，会当罚10万到5000万；卖药的人会当罚3万到2000万。消基会讲，即摆甲这的调查数据交予主管机关调查，嘛呼吁消费者爱看清楚 GMP 认证的中药，这是安全有保障。